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，我是阿文哥。今日要来老大家介绍的是吴胜志老师的无缘和莫言哈。之前我们介绍过他一个很经典的叫农娇娇 Nail 嘎嘎。今天这一首无缘呢是他的成名曲哈，而且是非常流行轰动的哈，很多人传唱过。那词曲是吕金守跟吴胜志两位共同去创作，曲是吴胜志，演唱是吴胜志哈。那看到这边就会发现一个蛮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因为有他的词并不是完全由吴胜志老师单独创作的，所以里面的词义呢和用字呢就会有吕金守老师他的影子在里面哈。待会会给大家分析到这边。来，接下来就开始了。今夜月光铁皮眼，铁皮眼。今夜月光铁皮眼，铁皮眼哈。今夜就是今天晚上，月光就是月亮哈，代指月亮，月光代指月亮，特别圆呐，铁皮眼，铁皮眼哈。常希望是真烟叹，弹琴又一年。想起往事怎烟叹，想起往事真怨叹哈。弹琴又一年哈，那个弹琴就是意思就是代指就是说那个男女分手了哈，分开来了叫弹琴，断掉情了，弹琴又一年。这首歌一听就知道是个男生跟女生分手，这个时候男生唱嘛，他想起来过去的恋情啊，他讲今日何苦暗冷叹，好，就是今日啊何苦这么冷淡啊，暗就这么冷淡，今日何苦暗冷叹，越想心越冷啊，越想心就越冷啊。越想越想哈，心越冷。心事匆匆，讲不完，讲不完。心事匆匆，讲不完，讲不完，就是心事匆匆的意思了哈。讲不完，那讲不完，讲不完，这样的用法就比较像是吕金守老师的写法了哈。心事匆匆，讲不完，讲不完。男人立志出乡关，何必添麻烦？男人好，男人就是男人哈，立志出乡关哈，男人立志出乡关。他本来应该是男人哈，那男人这比较好听哈，出乡关，何必添麻烦？好，就是说男儿立志出乡关啊，就是做大事业哈，不要被男女私情牵绊的意思。何必呢？添就是添麻烦，何必添麻烦？七夜恋情已经谈。
就是昔日啊，很少这样用，可是就可以这样翻了，昔恋情，昔日的恋情，已经淡嘛，已经淡了，哦，看破无菜讲啊，看破它了，无菜讲，好，这是无菜讲，嘿，客家人常用的一句，就是白费功夫的意思啊，就是那个港是港铁的港，不是工作的工，那我们代指就是白费工的意思。比如说啦，可能我们耕田耕到一半来了一个台风，哎呀，真糟糕，整个秧苗都被吹倒下去，死光光了，无菜讲哎，好，再听一下。看破无菜讲。流浪西海狗吃羊，狗吃羊。好，流浪西海哈，就是流浪到处流浪，流浪四海哈。勾吃眼，勾吃眼，这个字幕打上过自然，过自然，其实不是哈，就是很随意哈，很自然的意思。那这个勾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吸烟。我们苗栗市县哈会讲青吃眼，懂吃眼哈，那个是勾是什么？是南市县哈勾哈，很够力的能够的够，勾吃眼哈是这个意思。莫为爱情来刁难，大病长有样。莫为爱情来刁难哈。不要为了爱情来刁难自己，大边张有样有样就是要认真打拼才是对的啦哈，张有样哈。干兒對我暗冷淡，干兒對我暗冷淡，好，那个它是我直接翻成我啦，好，比较特别的用法，一般可能会讲干兒對我暗冷淡，好，那他这样唱我，也是蛮特别的，听起来蛮有韵味的。總講 N 無人，總講 N 無人總歸一句啊，總講啊，就總講就總歸一句啊，我們就是沒有緣了。像那個我啊，那個我啊，那個有幾個特別的用詞，就像那個夠啊，就比較像是呂金守老師的那個作詞的風格，不像吳勝志的風格啦。好，以上就是吳勝志老師的某言哈，某言。再不用一刀本他家堂家一遍哈。今夜月光貼得人，貼得人，常希望是真言談，談情有一人。相信的人。
心事匆匆，讲不完，讲不完。男人立志出乡关，何必添麻烦？七月恋情已经淡，看破莫再讲。流浪西海，够刺眼，够刺眼。莫为爱情来刁难，大病长有样。